譚振國議員。多謝主席，我發言係支持2026年撥款條例草案。今年嘅財政預算案，我認為係體現政府務實穩健嘅理財風格，喺公共財政有所改善嘅基礎上，推出一系列支援市民嘅措施，當中亦都吸納咗唔少新社聯嘅建議，舒緩各階層嘅生活負擔，輔助在職家庭，一定程度上回應咗社會嘅期望，貫徹以民為本嘅施政理念。政府同時透過強化版財政整合計劃，持續開源節流之外，更加透過回撥外匯基金同埋債券基金等，令政府有更堅實嘅財政基礎投資未來。尤其係對正喺發展關鍵期嘅北部都會區提供咗重要嘅財政支撐，相信對吸引重點企業落戶以及係投資都會提供重大嘅引領作用，亦都能為本地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國家15規劃綱要中明確支持香港加快北部都會區嘅建設。港澳辦夏寶龍主任早前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發表重要講話時，亦都指出北都要以教育同科技為引擎，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我認為香港必須要捉緊機遇，主動對接國家嘅戰略要求，而面對全球經濟動盪、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加快北都建設亦都係香港回應挑戰、化危為機嘅關鍵一步。我歡迎預算案為北都下一步發展定下咗清晰嘅時間表，同埋提供財政支持，結合專屬法例，可望喺今年內完成立法，多管齊下，令到北都發展拆牆鬆綁，加快上馬。預算案提出注入合共300億元，發展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同埋洪水橋3個園區，為創科產業提供重要嘅財政基礎。沙嶺成功招標，引資接近係240億嘅經驗，證明政府嘅投入係可以為私人投資帶動市場資本參與，發揮引領嘅作用，亦都可以為北都創造經濟價值同埋大量嘅本地就業機會。此外，政府提高綠色債券同埋基礎建設債券嘅合共借款上限，由7000億元提升至到9000億元，並喺未來嘅5年，每年發行約1600億元至到2200億元嘅債券。喺目前嘅經濟環境下，基建債券可以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回報穩定嘅投資選項。而根據以往嘅經驗，認購反應亦都相當熱烈。相信隨住進一步提供發債額，政府可以集資更多，加快推進北部都會區嘅建設，令惠及經濟民生嘅基建項目早日落成，同時提供香港嘅競爭力。而市民都可以透過投資支持北都嘅建設，對香港嘅基建項目有更大嘅參與感同埋獲得感。除咗資金嘅投入，政策配合都係發展嘅關鍵。我特別關注河套園區同新田科技城嘅聯動。政府已經明確新田科技城作為河套嘅延伸，同河套形成上中下游協同發展嘅定位。我期望政府盡快公布綠色通道嘅細則，簡化企業嘅申請門檻，同時盡快就物流、資金流同埋數據流嘅安排同內地有關部門商討，打通4流，以吸引更多海內外資本投入北都嘅建設，引入市場力量，共同開發。我亦都建議政府同其他大灣區城市推出聯合嘅政策包，涵蓋稅務優惠、人才配套同埋跨境數據流動等嘅安排，持續優化招商引資嘅環境，讓北都真正成為創科產業集群嘅高地，助力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大學城建設係北都人才培育嘅關鍵，我支持預算案提出短期內喺洪水橋推出3幅土地，並且係預留100億元嘅貸款。我亦都歡迎政府接納新社聯嘅意見，擴大大學城嘅用地面積，由早前公布嘅90公頃增加至約100公頃。期望政府盡快交代用地嘅具體位置同埋面積等嘅細節，確保用地面積同分佈係配合北都及院校長遠發展。而北都重點發展生命健康科技，未來牛潭尾亦都會興建第3所醫學院同埋綜合醫教研醫院。新醫學院培育
臨床科研人才，大學城匯聚院校教研嘅力量，兩者相輔相成。加上新田同埋河套聯動，推動生命健康科技產業，相信亦能完善新界北嘅醫療科研生態，更能為建設新界北聯網奠定堅實嘅基礎，應對新界北人口持續增長，讓居民未來能夠獲得更便捷、更優質嘅醫療服務。北都除咗創科同教育，我認為鄉郊經濟亦都係值得關注。新界北有好多極具歷史文化價值嘅地方，我歡迎預算案撥款2億元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推動鄉郊文旅遊。長遠更需要政策嘅配合，包括為鄉郊嘅食肆、賓館發牌拆牆鬆綁，並設立專責小組協助申請人係處理審批。而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嘅建設都應兼顧生態同埋鄉郊活力，真正實現城鄉共融。主席，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固然重要，而同樣重要嘅係點樣令市民分享到發展嘅成果。其中民生配套係唔係能夠跟得上發展嘅步伐係關鍵之一。未來5年，新界北將興建大約7萬個公營房屋嘅單位，數以十萬嘅居民將陸續遷入。我期望交通等嘅基建可以配合，營造跨代共融嘅宜居環境。而教育方面，北都應預留足夠嘅中小學用地，避免學生係跨區上學。當前全球地緣政治風高浪急，高油價等嘅問題對唔同業界市民生活嘅影響亦都係陸續浮現。我歡迎政府推出一系列嘅措施支援，但係經濟前景仍未明朗。相信仍係要密切留意支援係唔係足夠，以及其他對民生方面嘅影響，並研究可以如何真正為市民排憂解難。始終經濟政策以外，日常生活開支先係市民最有切身感受嘅部分。喺呢度，我亦都想再次反映市民比較關注嘅議題。我同新社聯嘅團隊喺地區都收到好多家長反映子女學習嘅呢一個開支負擔問題。自從2500蚊嘅學生津貼取消後，唔少夾心家庭反映佢哋嘅負擔加重，部分中小學嘅書簿費每年係高達5-6千蚊。如果屋企有多過1名嘅子女，負擔就更加大。我希望政府能夠考慮優化原有嘅機制，適度放寬資產審查嘅門檻，令更多目前未能夠領取資助嘅家庭都能夠得到部分嘅支援，切實減輕家長嘅開支。另外，亦都有好多市民希望重推公屋租置計劃。我認為計劃可以滿足市民嘅置業需求，亦都可以為庫房帶嚟收益。我期望政府積極研究以上嘅建議，令香港發展成果可以更廣泛咁惠及全港嘅市民。特區政府正為香港制定首份5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15+5規劃，期望喺北都以至整個嘅經濟發展都有更具體同埋前瞻性嘅時間表同埋路線圖，增強市場嘅信心，引領香港更好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2026年撥款條例草案。多謝主席。